早識別與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學童，學校與家長的夥伴關係。培育每一個孩子係需要家長同學校攜手合作。馬太十分擔心兒子小勇嘅學習情況。小勇究竟有咩問題呢？花字好簡單啫，教咗好多次都唔識，點算呢？小勇讀書嘅時候總係打晒棘，佢記唔到簡單嘅字詞，就算啱啱學完嘅生字詞語，轉個頭就唔記得晒。小勇寫字時好似打大風咁，簡單嘅字詞都寫唔到，好艱難先寫到個字，又擦又改，寫英文字母都倒轉晒， B 字寫成 D 字， PQ 都分唔清，寫中文字仲煩，部件部首倒轉晒。升上小一啦，小勇嘅情況仍未有改善，馬太越嚟越緊張同埋猛整，而小勇就越嚟越苦惱。計數嘅時候，小勇數手指都數唔掂，只係識得由1開始數，由6開始數過去就唔得，倒數就更艱難啦。2加3，數手指數到5，都唔識得講出個答案係5，兩個一數，5個一數，都數唔到。默書嘅時候，小勇就好頭痛，有時寫多咗筆畫，有時又漏晒筆畫，默完一次又一次都係錯。聽指示時講多幾個步驟，小勇就亂晒大龍，唔知點跟。小勇開始逃避，佢唔肯做功課，唔肯讀書，連睇圖書都怕。馬太向小勇嘅姑媽傾訴，希望姑媽俾啲意見。講開，原來姑媽嘅女小文以前都係咁，提起讀書同做功課就驚。姑媽響小文升上小一嘅時候，最初都唔知道點樣幫助小文。好彩老師都好快察覺小文嘅適應困難，主動約見姑媽，向佢介紹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小一學生計劃，並建議為小文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了解小文嘅困難同埋需要。同時，老師亦安排小文參加每週1節嘅識字小組。大約預熱嘅時候，姑媽出席學校嘅學生支援小組舉行嘅會議，聆聽老師及專業人員提出嘅意見，令到佢逐漸了解自己個角色，亦明白到家校合作嘅重要性。跟住姑媽就同老師討論小文嘅輔導計劃，並配合學校嘅輔導工作。響討論小文學習進展嘅時候，積極提出意見。小文參加學校嘅讀寫訓練小組，老師又教佢一啲學習技巧。大哥哥、大姐姐同佢一齊伴讀，小文睇到自己有進步，亦越嚟越有信心。姑媽亦參加咗學校嘅親子學習班，學習響屋企教小文做功課同溫習嘅技巧。姑媽漸漸明白小文嘅學習模式同埋學校嘅要求。馬太仍有以下嘅顧慮：小勇被識別為有學習困難，老師和同學會對小勇有負面的看法嗎？
唔會，呢個計劃嘅出發點係及早輔導。小一學生嘅學習情況量表，可唔可以評估學生嘅智力㗎？聽老師解釋，量表係唔能夠用作評估學生嘅智力嘅。量表主要係幫助老師了解學生嘅學習表現。如果小勇被識別為有學習困難，我應該點樣去面對啊？嗱，首先呢，你無需要過分憂慮嘅。經過輔導之後呢，佢嘅表現呢，多數都會有改善嘅。最重要呢係同學校合作，配合學校嘅輔導計劃，喺屋企進行輔導，自然就事半功倍啦。嗱，你對阿仔呢要有合理嘅目標同埋期望，加以適當嘅輔導呢，就可以提升小勇嘅學習信心同埋興趣㗎啦。馬太向小勇嘅班主任黃老師請教，黃老師向佢介紹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小一學生計劃。首先，我哋了解整個計劃嘅工作流程。由9月到12月，觀察期，老師會觀察每個小一學生嘅學習同埋行為表現。有需要時，老師會聯絡家長，了解學生過往嘅學習經驗，以及收集背景資料。由12月至到1月，識別期，老師會為懷疑有學習困難嘅學生填寫量表。1月至7月，輔導及評估進展期，經識別為有學習困難嘅學生，學校嘅學生支援小組會召開會議，同時邀請教育局嘅學校發展主任或教育心理學家出席會議。佢哋會提供意見，喺會上共同訂定輔導計劃。而學校嘅學生支援小組會為個別有嚴重學習困難嘅學生安排評估服務，而學校亦會定期檢討輔導工作同埋學生嗰個進展情況。而家我介紹一下學校嘅支援團隊，包括有老師、課程發展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同埋言語治療師。我哋會全面支援有需要嘅同學，而家長係我哋不可或缺嘅夥伴。學校會參考教育局嘅3層支援模式。第一層，透過優質嘅課堂教學，照顧有短暫輕微學習困難嘅學生，避免問題惡化。第二層，額外支援有持續學習困難嘅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第三層，加強支援個別問題較嚴重嘅學生。而學校提供嘅校本支援計劃服務，亦因應學生嘅需要，分為3層。第一層，響開學前或學期初舉辦家長及教師講座，介紹校本課程、小一適應計劃等等。第二層係各類嘅支援小組，例如中英數輔導小組、言語治療服務、朋輩輔導等。第三層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提供個別輔導。在整個及早識別同輔導工作上，家長嘅參與是十分重要嘅。我哋需要共同努力，
先至能夠教好我哋嘅學生。好似大部分學校咁，我哋學校特別為家長安排咗家長學堂，目的係加強家長對督導子女完成功課嘅信心同埋技巧，加深家長了解子女喺學習上遇到嘅困難。小一班主任會推薦同埋致電邀請有需要嘅家庭參與家長學堂，課程會分期進行。課程內容包括小一適應、功課指導技巧、親子學習活動同埋溫習方法等等。完成家長學堂活動後，家長有以下嘅表示：我知道點教啦。我睇到我個仔喺學校做功課，比屋企做得快。我更加明白到鼓勵同埋稱讚嘅重要性啊！原來可以透過遊戲去學習嘅。我多咗鼓勵我個仔啊，少咗發脾氣，耐性都多咗啊。我多咗同阿女溝通。我會再調節下對啲仔女嘅學習要求㗎。我對學校嘅功課要求了解多咗。經過及早輔導後，孩子亦有以下個改變。我個仔而家唔抗拒做功課啦。佢少咗發脾氣，做功課快手咗好多啊！佢唔再依賴我咁多啦，做功課又唔會發矇憎喎。阿仔嘅學習興趣呢提高咗，而家更有心機寫啲字，啲字都靚咗。佢哋話讀書原來好開心㗎，上堂有好多嘢玩㗎。我覺得返學好開心啊！馬太參加咗家長學堂之後，佢就開始跟住老師教嘅方法，喺屋企同小勇每日用5分鐘伴讀圖書，用10分鐘做讀默寫活動，訓練小勇認讀字詞。經過及早輔導後，小勇慢慢對學習恢復信心，佢唔再怕做功課，主動跟同學打招呼，喺屋企每日都同媽媽一齊讀圖書。馬先生同埋馬太見到小勇逐步改善，都大感安慰。